我奮力追，追到沒法追，追到沒法分清我。今天我們看的一個樓盤是新樓盤來的，格力開發來的。那最大的一個亮點，它這邊有5萬平方的一個商業城來的，而且這些小學啊都是做好來的，都是格力這邊開發來的。你看到這些嗎？人才住宿啊，還有我們的格力的總部大廈已經在這裡了，也是建好來的。這邊的有辦公啊、酒店的這些都是，看到這些都是已經建好來的。你看到它整個大的環境也是非常不錯來的，在香洲區的一個片區來的，位置是非常 OK 來的。那我們在售的一個呢，在山洞的一個單位，那山洞的單位這裡也是118平方的4房來的，這裡就是104平方的一個橫廳的4房，那這兩個戶型也是91平方的3房2廳2衛，這裡4棟跟3棟戶型是一模一樣來的，目前在售都是3棟來的。如果我們的一個項目都是整現房來的，單價在26000這樣的一個價格起步，而且都是裝修好的。依家嚟到現樓嗰度嚟啊，呢度係4棟嘅單位嗰度嚟噶，91平方嘅。咁睇下佢個整體個空間感設計啊，呢度係廚房嘅位置嚟嘅，都係非常實用嚟啦。可以睇下佢餐客一體個空間嚟嘅，91平方3房2廳2衛嚟嘅。咁呢度大廳嘅位置你自己都可以睇下，空間感都係好充足嚟嘅。咁我哋入嚟睇下佢其他個格局嚟啊，91平方3房2廳2衛，呢度係小朋友嘅房嚟嘅。咁呢度你就係公共衛生間啊，都做好咗俾你噶。等下我咧會睇一下佢交付嘅標準嚟嘅。咁再睇下呢度個小型個房嚟嘅，都係做咗一個小書房嚟啦。咁主人房嗰邊可以睇下，主人房嗰邊嗰度你衛生間嘅位置，然後你休息區個位置可以睇下，佢休息區個位置嘅空間感都好充足嚟嘅。最大個賣點係點咧？佢價錢真係非常平，16000個價錢，16000。真係非常低，喺香洲區嗰邊嚟，單價16000就可以攞落嚟呢個91平方個房3房嚟啊！咁我哋接咗嚟睇另外2個戶型嚟嘅，可以睇下嗰度兩梯4戶嚟嘅，咁佢呢個空間都有2米幾個空間嚟嘅。咁我哋主要睇下嗰個橫廳嘅設計點先，104平方個橫廳。咁入嚟嗰度你就係入戶個位置嚟啊！呢度你就會做咗一個入戶個位置，嗰度做咗一個衛生間嚟嘅。咁睇下佢嗰度，哇！呢個大橫廳真係非常舒服，104平方個大橫廳。咁佢嗰度入嚟嗰度，你會有一個小朋友個房嚟啦。咁廚房個位置就係咁啦。呢啲都係交付標準嚟噶，可以睇到佢交付標準都係做到非常 OK 嚟嘅。而且嗰啲都係做好咗噶，空調個位置嚟。咁嚟到嗰度你就都係一個小朋友個房嚟噶，喺我呢個小區個園林景觀嚟嘅，園林景觀都係非常 OK 嚟嘅。咁接咗嚟呢度有個細個房咧，呢個房我哋作為小朋友個書房都可以嚟嘅。呢度休息區個位置就係主人房休息個位置嚟嘅，整個空間感又可以嚟嘅。咁佢嗰度你可以睇下佢個專室分離嘅衛生間。呢套大橫廳係104平方嘅4房嚟嘅，咁我哋再睇一下另外一個戶型係118平方嘅4房。咁嚟到呢度你就係118平方嘅4房啦，佢入嚟嗰度再會送一個採光個位置，採光通風個位置，入嚟嗰啲鞋櫃啊嗰啲啊全部做好咗俾你嘅啦。咁嚟到嗰度你就會有入門嗰度有一個房嚟嘅呢個房。咁118平方最大嘅亮點係點咧？就係南北對流嘅空間嚟。咁佢嗰度可以睇下佢個廚房嘅位置，呢度係廚房嘅位置嚟啊。咁118平方個亮點仲有邊度咧？喺我呢個園林可以睇下呢個區間6米7米個區間陽台，外邊個環境就係我呢個商業嚟啊，可以睇下。呢啲商業而家全部做好到啦，今年個一年底
到話明年嘅6月份度全部開業嚟啦。咁你呢個商業係我哋整個項目當中係最唔錯嘅一個點㗎，係5萬平方嘅商業區嚟啊！樓下就係商業嚟啦，非常方便嚟嘅。咁嗰度你可以睇下公共衞生間嚟嘅。再嚟到嗰度咧，就係你父母個房嚟嘅嗰啲啊。呢邊就連接人腿都有一個房可以做成書房嚟嘅呢個。咁嗰度咧就係休息區，就係主人房嘅休息區嚟嘅。外邊嗰邊咧就係一個係你衞生間嚟啦。呢個衞生間可以講係，如果你搞衞生搞得端端正正啊，都可以講係南北對流嚟嘅。關鍵樓下就係一個大型商業嚟嘅，喺香洲區最新一個商業圈嚟嘅。呢個商業圈個範圍啊，點講咧？可以輻射到整個新香洲個最新一個商業城嚟啦。呢度5萬平方就係最大嘅亮點嚟，商業係唯一最靚個商業圈嚟啊！如果感興趣嘅朋友啊，可以聯繫我。單價幾多呢？單價就係16000嘅價錢。